会十章，兄弟啊，我毋愿意恁毋知影，咱的祖宗从前拢伫坟下，拢对海中经过，拢伫坟内、海内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拢食一样的灵食，也拢啉一样的灵水，所啉的是出自随着因的灵磐石，迄个磐石就是基督。总是因中间大半是上帝无欢喜的人，所以伫旷野死，这个事拢是咱的鉴戒，互咱毋通贪恋歹事，亲像因迄款贪恋，也毋通拜偶像，亲像因有人拜，亲像圣经所记，百姓坐落食啉起来佚佗。咱也毋通行奸淫，亲像因有人行的，有一日死23000人，也毋通试探主，亲像因有人试探的，就互蛇所灭。恁也毋通发怨言，亲像因有发怨言的，就互灭命的所灭。因拄着这一事，拢要做鉴戒，并且写伫圣经顶，正是警戒咱这个末世的人，所以家己掠做徛得牢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跋倒。恁所拄着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为受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的确无互恁拄着试探，过头伫所为受的。伫受试探的时阵，总甲恁开一条出路，互恁为忍受得着。我所亲爱的兄弟啊，恁着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亲像对明白的人讲的，恁着审察我的话。我所祝福的杯，恁减毋是当领基督的血吗？我所擘开的饼，恁毋是当领受基督的身体吗？咱虽然做，犹原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咱拢是分受这一个饼。恁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拢食祭肉，减无伫祭坛顶有份吗？我是怎样讲呢？减是讲祭偶像的物选择什么，还是讲偶像选择什么呢？我就是讲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毋是祭上帝。我毋愿意恁甲鬼相交，恁袂为啉主的杯，搁啉鬼的杯，袂为食主的颜色，搁食鬼的颜色。咱通惹主的受气吗？咱比伊较有能力吗？凡事拢通行，但是无拢有益处；凡事拢通行，总是无拢造就人。无论什么人，毋通求家己的益处，就是着求别人的益处。凡那市顶所卖，恁只管食，毋通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因为地甲其中所充满，拢属伫主。设使有一个毋信的人，请恁付颜色，恁若愿意去，凡那摆伫恁面前的，只管食，毋通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若有人对你讲，这是献祭的物件，就着为迄个甲你讲的人，搁为良心的缘故无食。我讲的良心，毋是你的，就是伊的。我这个自由，为什么互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舍恩来食，为什么因为我舍恩的物，互人诽谤呢？所以恁或食或啉，
无论做什么，拢着为荣耀上帝来行。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上帝的教会，恁拢毋通互伊绊倒。就亲像我凡事拢互众人欢喜，无求家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互因得救。